楚王宫、开天王殿、神农大帝庙，还有办那个绕境啊。开天王帝、神农大帝、圣诞日，有鸡童啊，有神教，还有虎爷公啊。桃民族路跟那个乐利街交叉处就是同工，然后开始往东徒步前进，到乐利街东端那个尽头，乐利街跟乐仁街交汇点那边，赵生宫是吧？